是在地新闻，继续来看高雄有一间车行，一大片的玻璃门常常规片拢破去。玻璃行的头家看过影片了后讲，这种玻璃破去的方式，较有可能是车驶过时阵，互弹起来的细粒石头牵到。另外，这个天气伤冷，玻璃嘛会破去哦。也毋过，若是天气冷，玻璃是会像蜘蛛网安尼来裂开来避顺。车行店面的玻璃门，就亲像自由落体共款，规片搭伫咧涂骹，规个脆糊糊。为路口的监视器看，轿车驶过当时，玻璃门就出大刺，都没有任何的什么钢珠啦，或者是砖头之类的都没有啊。我们没有跟任何人有任何的结怨。看到这个画片，后来上班的员工看到刚刚起，先把玻璃碎片堆做一块一块，放点伫咧外片。时间进前，嘛先用一块布给扎咧。我们看是没有什么疑虑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报警。可能是天气啊，还是说玻璃本身久了。这间伫咧高雄大寮伫行路的车行，大做一暗时夜传出玻璃吹气的事件。业者甲规个过程铺上帮，提醒大家天气冷爱洗洗。不过是安怎会发生这款代志呢？太冷爆掉，玻璃会成蜘蛛网。如果是外力撞击的话，它的轮胎的侧缘有挤压的现象的时候，就会喷出小石头，破掉的时候会很快就自由落体。根据影片检判，可能是细粒石头弹起来去夹到玻璃门。不过业者嘛点出天气嘛是关键之一。傍晚的时候会有阴雨，一边热一边冷，就比较容易自爆的现象。以20号这天来讲，高雄上悬的温度来到29度，不过暗时降温降10度左右，可能是日间暝温差大，玻璃才挡袂了变开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